机辣妹来收听，欢迎。哎呦，所以今仔日是恁两个要来听拍摄哦。阮两个就是来宾啦，啊，就是阮两个啊啦。两个敢若小辣尔啦。哦因两个今日就叫辣妹来收听，不爱录啊，不爱录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这集辣妹要来，你知无？恁看卖这啥物所在？哎，咱伫即摆在。你甲看，嗨哦，遐拢穿比基尼，遐穿辣妹有无？我搞笑比哈，你新的时阵有来呢。嘿啦，昆丁嘛，咱来个昆丁啊嘛。昆丁啦，嘿啦，哎呦，不害啦。哎，来到这你就想到啥哈？来个家，一来甲恒春，你会想到啥物？一来甲恒春，我会想到海角七号，啥物？海角七号，海角七号啦。哦，啊，一来甲恒春，你会想到啥物？一来到恒春，我会想到中塔，是安尼讲。鹅卵鼻。哦。一来到恒春，你就想到啥物？一来甲恒春，我会想到对人走。对人走。我要考了啦。就去当时，就敏感袂哦，你要对枪走啦。我咧做兵的时阵，我有一个女朋友，伊讲要等我做兵倒转来，迄届我放假，就敏感的啦。我打电话问讲，你有要放假要陪我无？伊跟我讲，我要去恒春佚佗啦。要去恒春，结果尾啊，伊甲一个查甫去佚佗啦，安尼啦。安尼啦，代志是安尼。你那是康康哥要来。会安怎啦？啊，毋过我甲你讲啦，除了这个以外，恒春对我来讲是一个足水的所在。就水所在啊，啊。风景足好的，对。有山有海，有山有海。搁有水姑娘啊。水姑娘啊水啦。你会想到啥？我的一来甲恒春，我会想到啥物？一来甲恒春，我会想到比基尼。哎，一定爱来垦丁耍水啊，来恒春啊，一定爱耍水吧，来海边啊。你换比基尼啊？我去我。去啊！你长都看过啊，今摆搁要看。好啊，讲规波爱甲观众讲一个啦。我惊因的转台，辣妹唔是因两个啦。不是两个啦。因哪里？真正有一个辣妹。有愈险的就对啦。哦，用上热烈的扑啊声甲鼓励一下，欢迎辣妹驾到！哎，你有闪着对无？你是毋是有闪着？我即马想要吐，就紧的对无？停车。先我就要晕车。是啊，这。来，欢迎金曲歌后张秀清。是啊。辣妹来啊！辣妹来。阿红啊嘛，你介绍一个。来，我介绍一个哈，我的师弟，我上疼的，我看他长大的。俊宏啊，来自我介绍。今仔是辣妹来收听，啊，我今仔来请辣妹。挺辣妹。大家好，我是俊宏阿宏。耶，阿红本身伫规人搁高雄做名。是哦。就请了3间。所以讲，这应该是你真熟哦。啊，平常我真熟啊，我读册的时阵定爱来吃，因为迄时阵拢会骑奥多拜。哦。啊，今日在迄个。你敢袂是？在迄查某囡仔啦。真七啦。再七啦，讲伊有一届来才载一个七啦，伊个七啦根本就是我做兵。哦，你这流行的呢？叫什么名？敢是叫小云？唔是，放假仔。喂，啊甲问一下，啊那一来甲恒春，你会想到啥物？一来甲恒春，我会想到有够路啊。啊对，对恒春做啊。对，哎啊姊啊，我嘛爱。你在地嘛？我在。算者嘛。迄一个看嘛，知影在地，你拄有讲遮有水姑娘啊嘛？本人就是。哎，啊细汉遮大只的哦。自出世两头迄一天，就住伫迄只两头，我落地啦。落地。安尼我来问你上准，哎，好来哦。啊一来甲恒春，你会想到啥物？一来甲恒春，我就想到张秀清，有押韵哦。我细汉的享誉国际啊呢。你若讲享誉恒春，我是屏东，也是恒春之光。哎呦，因为我较早国小的时阵，6年级去参加电视台中视六等奖，卫冕成功。但你讲六，然后就六等奖，还有5等奖是台视，6等奖是中视的。人5趴会，你6趴会。6趴啊！细汉的时阵吼，就开始歌唱比赛。小学到1年哦，我就开始比啊。是有请先生吗？无啊，老唱。我出世就做到唱歌，因为阮老母讲你出世的时阵吼，
你咧吼，甲人无共呢？人是咪？哇，我是哇。真的啦，那个有旋律哦。你若无要相信，看 VCR。无 VCR 啦。阮遮的人足奇怪，若甲因比起来，我算讲较袂晓唱。哎呦，哎对。你已经算袂晓唱啊，可能。对，真的，家家户户拢做好唱歌的。啊，我拢会去比赛。啊，我拢得冠军。啊，冠军有礼物无？有啊，冰箱、电视、乌刀摆，啊，搁有金牌。哎呦喂啊！啊，若照你安尼讲，是恁母啊支持你唱歌呢？无反对。啊，啥啊？啊，阮细汉的时阵拢兄会煮菜，啊，我就伫遐分伙啊，啊，我妈妈就伫遐炒，啊，我就一边摕迄个分伙的迄个讲，啊，就伫遐唱，吵死人啊！妈妈，我想要做歌星呢，伊讲啥货？你要做歌星？你做蔡西星啦！迄毋是咱会当食，你以后大汉哦，嫁翁就好啊。有一寡栽仔足有天分呢，欠栽培，啊，毋过爸爸妈妈哦是讲，哎，你莫伫遐含面啊，做面包。结果迄个囡仔天分就叫砍掉，这世人就拢无法度。啊，你哪有法度发光？你是安怎发光呢？迄是好佳在我面皮太厚咧。哦。硬要笑。千纸断袂过。我细汉的时阵哦，啊吼，阮的亲戚朋友啊，拢知影我做够唱歌嘛。啊，迄个因就讲，兄啊，来即个娱乐节目来啊，拢叫我唱几啊点钟。啊，拢坐踮遐嗑杯子、食槟榔，安尼有诶。啊，我拢袂惊场哦，袂惊场，你听有。我会现春 Q 出来啊！现春 Q 有啊，袂惊场啊！阮遮的 Q 就是。阿娘喂啊，你哪会使甲遮尔啊缘投啊，夭寿骨的这种啊。哦，音拢足长的啊。阿娘喂，讲阿娘喂，就知影是乡村人啦。啊，你就一直唱，甲恁母啊认同伊。系啊，啊我刚开始搁读迄个改片啊，变讲我要去同学因兜做功课，就找人迄个隔壁迄个妈妈，迄个野人125啊。啊，伊拢一届载9个囡仔去比赛，一台车，一台乌载9个，我坐上后壁。哦，你会练累呢？对啊，我拢染做安尼啊，啊有一届要爬架的时阵啊，啊伊就讲，兄啊，即摆要爬架爬袂起哩哦，啊你先落来，啊我落来了后，伊叫我行起哩，因全部起哩拢无人，伊甲乌多摆准袂记你载我。去你啥袂记？我做生气的，啊！阮妈妈讲，你若经过迄木仔埔啊，袂当好，啊无边仔迄木仔埔的人会起来，甲你掠。啊，迄边仔拢木仔埔，我都伫啊。唔敢哇，唔敢，袂说啊，作死，啊你袂当无考出来，因为足恐怖，而且那时候无路灯啊，硬要比的，体能已经结束啊。从此以后，我就甲迄个妈妈讲，我无爱坐，我要坐。油桶头前，哎，拢这有看无？啊，后一只有呢，你讲的是有影的呢？系啊，伊唔敢好的所在就伫遮。就是遮经过遮。哎，这足长的。啊，咱即摆要带。乡村吼，上重要，搁爱去老街。哎呦，不是垦丁大街。垦丁遮大街是夜市啊，老街是有文化的，有古迹的，嘿。迄厝拢足古早。对啊，阮囡仔的时阵，拢上爱踅的所在，上闹热。哎，这圆环啊是啥物所在？啊，这是迄个啊，南门啊。哦，南门。哦，咱入来市区啊哦。这讲恒春区哦。哦，恒春区。啊娘喂！哎呦喂啊！这刚刚就老妹，哎呦，啊娘喂！啊娘喂！啊你就不是恒春啊？哎你好。就老妹嘞。阿伯你好。我秀卿啊啦。又甲你顶头。哎，辣妹驾到，辣妹驾到，秀卿啊来啊！秀卿啊，张秀卿，登记第一套。哎，遮阮的车头。车头伫遮。哎，其实较早遮啊，毋是安尼。有变哦。嘿，变足济人。我较早国中的时阵哦，上爱食的一担肉羹，啊，搁有煎饼。我你讲哦，迄个煎饼哦，足过分的。就过分呢。过年过节一定下去食。啊，迄担吼，大家拢排甲热肠。拄啊排甲阮小妹的时阵哦，足欢喜。啊，结果头前迄个50分。
没了了。哎，安尼咱无咱来正做。高阿妹，高阿妹。高啊高啊，好来，整饼整饼。希望伊有来排开。队啦，紧。吃菜市啊吼。哎呀你，都熟悉啊？有。真久无看诶。阿 Kim 姐啊，哎呀，这拢看我大汉的呢。哎，你袂输敢那你丢的啊？哎呀，哎，嗨，收大吼。嗨。啊，本来唔够散哦。恁朋友呢？哎，我跟你讲哦，哎，你若来恒春一定爱买一罐。倒一罐。这是什么啊？咸椒啊。嘿，香蕉啊，对，香蕉酱，啥物拢，你甲我讲甜椒酱真的假啦？啥物拢会当淋。有影无？嘿，咸粿啦，什么肉粽啦，啥我拢淋一罐。啊，个面，较早若来遮食大面哦，拢共淋半罐。差面叫一碗尔，甜椒就300半罐。头家讲夭寿哦，啊我这碗面15块啊，你甲我用半罐。恒春上强的是这个。嘿对，轻松。要买无？我甲你讲好啦，头家包起来2罐。 2罐。 4块2罐，谢谢啊。 50块你饭汤内底加这个咸椒啊，北部来拢买这哦。你来运料啊。我买当去食看卖啊。哎呀，谢谢谢谢。来啊，喂，后尾嫌来啊，来。谢谢。马萨路。哦，马萨路。马萨路是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你爱出来算啦。天哪！你稳掉的啦，我跟你讲，你稳掉的啦。后尾逐大拢熟悉的啦。对啊，真的啦，这总会我的基本票，因拢会。真片。几间嘛？够啊，无啦，讲开讲讲到袂记。来，吃。哎，啊，真片佫有啥物？佫有别项无？咸粿啦，煎饼啦，嘿啦。都有6个人啊。我你讲，这就是阮恒春的，恁等下第一有当食。真爽这呢。嘿，对，你品。你这是真爽的啦哦。你品。够芳的啦。有呢。真的。安尼，咱一半。3个煎饼，3个咸粿啦。来啊，看你要淋偌济啊，一定要淋，绝对爱淋一罐。哦，那就一组安尼2嘛。个拢包啊，7块卖啊。来哦，哎，我看你要淋偌济。这个也要掺对不对？来。来，恁家己来哦。哦，小啊。拢爱淋。不要放太多哦。阮今日好运有春呢。啊，普通些人来上济一届包偌济100分。 我妹那个还好50，一共100。哇，后盖爱限量嘛，就胖哎。 7块卖哦。多正常啦。很多辣椒，它有汤就胖哎。哦，是不是？哦，那很要吃了你会很动。古早鱼。来这个高丽菜。对啊。我这有够胖的啦。外口切。哎，朋友啊，你讲下朋友啊，来这个料啊。啊，你爱安尼趖嘞，安尼甲趖。来，你个长啊胖安尼。这样子。你真干你吃有较好食。哎，无管你要来买。哎，我上怀念的味呢。是啊，你这食几档啊？几偌50档哦。啊，无第二届。你敢有50岁？我50啦，干嘛呢？啊，唔是6岁。 6个就一个啊。6岁。啊。这是地无够贵，无怪人咧了。食了呢。你要一块。啊，佫有啥物好食的无？我跟你讲，你有听过天花板吗？有啊，就是真棒的意思啊。真棒啊！厉害啊呢。伊这已经是天花板，等下要去迄搭，是天花板的天花板。突破一崩就对了。天花板的天花板叫啥物？触灰顶。触灰顶。比天花板更悬，比天棚较悬。触灰顶。会料理就对啊。哇呀！啊，要食啥物？对我行就对啊。对你行。等下你就知行。哦。是咪真正行去触袂顶？有这间哦。哎，你们几个很像我的外老哎，是不是2块半。好，恁知影讲什么叫做触尾顶？触尾顶是啦。伊是凉面呢。哎呀，凉面。凉的面啊。凉的面啊，即摆天气真对。我够海产，够海产。都有特色的。海产的哦。啊，内底济吼。尤其是因的小菜，逐项拢足好食，啊个新鲜。咱内底济人。好来哦，来。啦。会够茶呢。
是不是？这一家真的很有特色。客人很多，人可以加出杯店啊。大家好，哎，喜欢店的招牌，要买奶香意面、乌龙面。哦，乌龙面，乌龙薏米加乌龙面乌啦。龙蛇的，汤是共款的，汤是共款的，啊咸是阮家己炒。啊，你家己菜哦。啊，你个掺牛奶叫奶香就对了。哦，牛奶汤。啊，内面讲有啥？内底有贡丸，来，蛤来哦家己看哦玉米笋，哇，这菜超呢。我是讲恁家敢是卖凉面的。这毛这面，对啊嘛有烧，因为寒人啊嘛是爱食烧的有创意的啊。呢。来吃看麦啊！来哦吃看麦哦。来哦，莫客气哦，咱先啉一下你会汤，当先啉汤，拢同款的口味，但是就是面无共。因为这牛奶汤甲阮的咸，做香的。嘿，啊这咸是阮家己炒的。太水，啉一个伤香。哦，哎香，愈来愈香诶。是不是？啊，不过牛奶可以融合，会当融合进来。您叫喊妹妹，你直接现的哦。你们来没有？嘿，大家都这样的演。我真係想就講，要甲這險吼，含牛奶啊，你安怎想到的？其实市面上拢有这种汤头，就是把甘蔗的味道有它的真的很香，跟咖喱炒。因為你個有拍兩類蛋花的感覺，兩花你個有這邊，哦對啊嘿嘿，個兩湯起來底啊。你這牛奶去倒買的？这是阮家己调的哦，你家己調特殊的汤头，我感觉拎出来无甲外口无共。哦，啊，因为牛奶嘛较袂较咸啦。对啊，这上加这一名诶，来，哦，这个也很厉害。这凉面口味嘛无共款的。鸡丝牛面，来，恁伫台北是毋定食凉面？一定来啊！宵夜。去蹦蹦手刮了，一定来吃。因頭家有一個食涼面，食到去完家。啊？哎呀，快点贵呀！哎呀，啊，這有啥物無共的哦？恁食看卖啊，因这是老醋剁椒，这阮的招牌，外口无食无，然后这是阮的独家。它是可以调出来。嘿，伊是老陈醋甲两种阮家己炒的辣椒无共。用醋加這兩種鹹椒啊炒出來。对，是不是？阮这有加一个烤麸。哦，它会吸附酱汁，嗯然后吃起来跟那个层次会不一样，哇！迄毋是豆皮哦是，豆皮哦。类似。因为这一卡会吸啊，一卡会吸迄个汁，吸伊迄汁，伊的汁太高级啦！啊，这盘咧，这盘。这盘是泰式海鲜，哦，咸咸。海产的呀，海产烤味，有淡薄酸酸安尼呢。嘿嘿，对，啊咸咸啊，诶，有飞机，搁有虾啊呢。够大只的安尼。系啊，对，伊这醋加落去，哎，愈食愈济呢。迄两个开胃啊，规皮啦。规皮。啊，伊南醋的好处就是安怎，就是较顺口，较袂胃。以后你愈食愈枵，愈食愈不会加多。入腰，你加入加入所以阮腰。这热天介侪人拢介意食，对吧？嘿。规皮，啊，阮的面条是逐工新鲜煮的，所以甲外口的凉面是无共的。嘿，油啊，足 Q 的。哇！哦， We ready, let's go. We don't back down, no. Let's feel the baseline. Feel that bass from head to toe. Come to the Williams Show. 哦，萨瓦迪卡，你泰国人啊？哦，布里亚森卡，生卡。哦，每次跟他来个泰国卡，哦，它那个酸香的味道哦，汹涌哎，从这边呛到头上，开了哦。对，难怪马上到泰国。嘿啦，本来袂晓讲泰国话，拢变会晓讲。我们要讲啊。嘿啦，你这样啦，你来食看卖，你就。美味しいかな。嘿啦，我较介意这边的。真的吗？这较酸啊，我惊酸啊。我感觉我是比较喜欢嘿。我嘛介意迄。爱清爽的就对这个。这是柠檬的酸，啊，迄是醋的草酸。生啊，不不一样。迄个醋的酸因为加咸落去，所以酸味叫咸含过。啊，这酸味会出来。啊，毋过我食到这咸的时候，又有一个芳气，迄个芳气你倒来。伊有两种无共的辣椒，一种是阮的海椒油，一种是阮的剁椒油。剁椒油是新鲜的辣椒。我甲你讲，迄两个咸椒安尼掺起来有无？伊会对你正鼻孔，弄去倒鼻孔，搁对倒鼻孔，弄去正鼻孔，弄来弄去，弄来弄去，空讲讲安尼。拢有通啦。你真正搞啥？
若来到恒春吼，一定爱去一个宫庙祝灵社，是阮细汉的时阵拜到大汉，每一届我若回来拢一定会去拜拜。专南宫王爷公，王爷公哦，伊是管海的海边啊，因为阮伫海边啊嘛。啊，有啥物故事哦？阮爸爸是一个无神论的，阮爸爸讲吼，我生我家己，啊，阮妈妈是拄倒病，伊敢若石头无拜尔。啥物拢拜？嘿，啥物拢拜，啥物拢拜。阮爸爸50几岁的时阵，啊，伊就去潜水嘛，去掠鱼啊要饲阮呐，啊，伊就着迄个深水边，肺积水。啊，开2届刀，啊，伊即马只吼扁仔骨拿落伊，嘿，拿落就是甲迄扁仔骨拗起来对，啊，甲一个细胞挂掉，结果就走啊。医生拢甲阮讲吼，你若去转去看哦，吼，阮妈妈就坐边仔叫阮囡仔转去看，啊，结果阮爸爸突然间醒起来，真的啦，啊，伊看到阮妈妈讲，我是查甫啊查某的。阮妈妈讲：“你查甫的啊？我是恁某啊！”伊讲：“你阮某，你啥啊？”安尼，阮妈妈赶紧叫医生，来哦，阮翁醒啊，阮翁醒啊。然后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爸爸才慢慢想起来，伊讲叫阮妈妈喷啊。你毋知影我拄仔做一个梦呢，嘛是甲这个所在共款，啊有2个人甲我查咧呢。黑白无常哦，然后前面呢还有一个蛮俗啊，迄个新面，伊个形容迄个新面镜头前啊2个甲伊插，啊迄个做成迄个土地公主啊迄个形，就安尼吼，结果伊雄看到有一个人出现啊，伫伊的对面迎面而来，啊伊就讲，迄毋是德雅职公吗？德雅职公就是王爷公的机身。哦，王爷公的机身，伊就行过来，啊，伊就甲阮爸爸站一个，伊就醒啊。从此以后，阮爸爸就开始甲伊募款起庙，阮拢有出钱出力。教阮妈妈。王爷公伫倒，我来拜一。真诶。伊伫迄倒。伊伫天顶啊。王爷公啊。王爷公啊。你见庙啦。哎呦，这是西门啦吼。哎，西门来。这个西门，如果你再高一点的话，就会撞到。哎，这有一寡车开怪，真正去弄到卡条的啊。哎，来，庙就伫遐。我都这间哦。对，王爷公。哦，有。五府千岁。来双手学习。哦，来。啊，宝贝吼，宝贝，阮这个黑白威廉吼，会当迄着一个金奖奖。哦，一定会。啊，你无求者，你无求者，你讲完啦。我讲完啦，你感谢王爷公，感谢灵验，王爷公感谢。平安顺遂。安尼有拜着，安尼有保庇着。哇，保庇着啊！啊，过来要带。即马咱来去一间真特别的茶茶家啊啦，茶家啦。加来，在，嗨，哇，我们恒春的姑娘哈，会当去要参观一下无？入来这坐。哎呦来，呀，这阮恒春的琴，有鼓声哦。对，来研究一下。哦，来，蒙姐。哇，这个是我们恒春的特色。安尼。是吉他。喂，喂。哎，怎么你拿起来不像那个？哎，各位啊，这不是用画，这是用火烘出来的。会啊。我用慢慢的烧烤的，对。这是用这烧的，这个边，这是用烧的哦。用这些烧。哎，咱的琴吼，咱恒春规台湾，咱若讲地人，唔敢讲阮地。哦，恒春琴足好的吼。啊，你唔是要做茶家，那会变在做琴？茶家是我的副业。哦，嘿，我正讲的是。哦，是安尼哦。乐琴。我做地景艺术。我琴。哦。对吧？介绍一个无？好，来啦，爱啦，看这个。咱的木器，这啥？迄个你夹的，迄叫啥夹的？你夹的。刀啊啦，等下就是要恁剪刀啊，互你试恁的 size，大细了，啊这样我加了，互恁的称。
啊，你若敢定，哦，咁就这啦，吼，因为这拢爱用气枪，吼。嘿，哎呦，唔敢唔敢，定啊吼。啊，等下就是讲你先见，啊，所以说哦，像灯辉伊的脚足穿啊穿到29的。好鸟。哦，啊，伊这头有24的。哦，波倒尾。对。准。哎，差不多哦。你的细盘，24盘吗？啊，我这里我是鞋啊大箱的，你鞋啊大箱啦，要不26啦？我嘛离啦。 26尔啦。你看一下就有呢，哦，老师傅诶，哦，这有经验呢，七仔拍袂少哦。老岁仔人啊，老岁仔人啊，吼。好来，啊，咱等下就开始要来做这个操作，好不好？好，体验一下啦。 我要之前红色的。我嘛是，我讲。我要之前太变。好啊，咱来坐头前。好，我坐当遮吼。我嚟讲教。上课啊，上课啊。咱这是毋是有一个接抓？穿过遮。接抓。接抓放伫下骹哈，莫有看到。哇，唔对，这就唔对吼，这错误示范。完全唔对吼。这唔对哦，来。 哟，爱拍一个角啦。我教你安怎定要撑过啊。哦，来，啊鞋啊撑过去。来，退了哦，好来。爱做伙，好，爱就有食。哎，那中红嘞。对啊。 好，哦，鞋啊就要完成啊，吼。耶！有。哎呦，塞哟！来，你试穿看嘛，这脚穿了。耶！好，安尼。听看卖啊。对。哦，袂歹。袂歹吼。哎，穿洗真凉呢。嘟嘟啊！哎，迄国际救命的。 会使啊，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啦吼。我在门口看到有人咧弹迄乐琴呢，有人敢若伫咧唱歌呢。哦，对，咱等下过来遐体验好无？家己拢伫遐唱民谣。好，安尼。安尼我跟你讲，咱带穿插架过来听歌。哦，对啊。哎。对啊。来，咱请的哦，好，听乐器家的民谣啦，好无？哎，甲乐器吼。你安尼带阮，哦，来，准备讲特效。哎，即摆行路爱有风啊。哎，安尼吗？对。来，讲套舞。拖一个哦。来，头前遮鸟。现在辣妹要过哦。阮姊啊，阮大姊头仔来啊。哇，有听看到无？阮这下呢，唱民谣。来，大家来，一个头啊，摕来听民谣。啊，这会当唱歌无阿公？会啊。唱者。一树啊，香啊枝，一阮乡村的民谣，是安尼人啊伊。哎呦，轰动迄世界哦！ 歌童啊！哦，老声音哦。人啊在呀喂！哎，我们这个也是一个乐器。啊，咱用针的。这是阮的祖先啊来传啊，落来啊喂！哎呦，阮望要一代哟，倒要来甲食糜啊，一拉代啊喂！ 水啦！哎，伊个手金啊，伊个水当当的，哎，毋过裤底煞破钱空的，健康啊，黑白为
讲好唔好诶？哪咧咯啊！换你唱。一天你来这的感想啊，来恒春的感想啊。来到恒春啊哦，感觉恒春的人真热情哦。海赞。嘿。来下一位。讲到你这拢袂晓唱，我叫一个做示范，阿姨啊来。出去。啊，然后呢？查某囡仔水啊，查甫的大。啊，然后呢？囡仔真正足欢喜，来这听音乐。听音乐嘿。一直咧黑白唱，你要唱袂落去啊！好，你有意。啊，囡仔，欢迎啊！我的好朋友啊！迄个阿喜啊，阿辉啊，阿心啊，阿善啊，阿红啊，我阿庆啊，我伫这大汉的哦，我是阮这个庄头啊，上解水的迄蕊花。哎，慢唱，好，老师好，差不多，会当，开始有人咧黑白唱啊，我记啦。我不是咱家上水。我知，你唱我甲你伴奏足好听啦。我知啦，我知你拄仔安尼就足好听。听唱你当一等一样哎。那有个开始啊。我甲你讲，阿公啊，你两个孙仔会晓唱无？哎呀，给唱看看。好来，我接落，这在。希望是那么。啊，妹妹嘞，妹妹敢会晓？妹妹来。哦，你长大就会像我这样哦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也别，你也别。啊，你别烦恼啦，嘿啦，这阿姨吼，伊大汉的过程有叫车弄过。唔知我鞋也穿几号的哦。哎，但是我看到因两个弟弟妹妹咧，我就感觉，即摆足少人会晓弹的啊。对啊，快传了。因遮细汉，你个愿意学，真正无简单呢。啊，是你家己强迫的。有这无强迫哦。你有兴趣哦？有兴趣。你就问，你敢问啊？这100个，这选这一个。阿公有啥物强迫无？啊，你有感觉好耍，足介意的。啊，哥哥咧？我介喜欢。介喜欢。恒春腔，介喜欢。介喜欢，介意。哎，啊你，我讲恁两个足赞的，因为即摆学的人愈来愈少，后摆吼，恁就把这个技术吼，甲传承落去，恁就会变台湾的国宝。安尼，真正赞。
做这个月琴弹的啦吼，你唔知有感动无啦？我你拢无看到，我流到规个目屎，拢打去。讲嘅吼，我哎呀，会讲过去吼，我无就坐落来讲啦。你遮有迄个土豆啊，是迄个。来，来备 ，1、2、3，Go！ 迎春的风，迎春，等下。迎。抓袂到锁匙啦，抓无起啦。迎春的风，迎春的太阳，迎春姑娘啊，温柔有笑容，思相机，岁尽数百年，啊美丽迎春城，有山有海看。迎春姑娘踮遮大，迎春姑娘嘛真会插，传统精神可原者，有人打拼求生活。迎春姑娘两人心肝，迎春姑娘好啊好家，一声一声海鹰啊乱歌，伊心等着爱人啊小通听。一天一天，日落照海影，迎春姑娘迎风无怨命。那这高唱呢？你们有没有听到那个歌词的含义？它的词义？就咧唱伊啦。就是咱迎春姑娘啊吼，足坚强的，吼足硬插就是奶茶，就有责任感。对，吼。所以阿嬷敢有做硬茶？有。阿嬷有做硬茶无？有啦，吼。硬啊，就硬。阿嬷做歹吼。阿嬷做歹吼。无哦。甲你拍，赶快。吊起来拍。吊起来拍。哦，做趣味吼，这个所在就是一个吼人情味，人情味就重的啦，水化就水来啊。对啊，阮天气也是这地方拢就温暖。咱即马穿这安尼白衣吼。在地唔才有法度安尼，你甲讲啊。阮阿公较早就是安尼。长鼻啊，安尼。你莫讲话啦，学一段一个琴讲啊。你讲话，你莫有你讲话啦。弹看卖咧啦。你确定要好啊？哎呀，加油你哎呀，你弹，好，看咧，弹来哦。树啊香啊，迎春，看卖咧，迎春姑娘啊，龙桥，山边啊，水秀啊，伊都啊，娘惊你都哎呦喂，啊你那里咧人叮当，希望啊，困啊。哎呦，人若做生啊，你都真开活，你都哎呦喂，啊哎呀，你得哎呦喂，你都哎呀，罗你哎哟，好，好弹未？啊，那送。你知影你头拄为虾米弹遐尔好听吗？系啊，伊都甲你斗弹。系啊。娘惊你都哎呦喂，啊那里咧人叮当，希望。哎呦，安尼哦，谢谢阿哥金姐。专门靠出来啦！我别靠。哎，阿公啊，阿公，我这个酷势喎，啊槟榔若剥落是毋是迄感觉就出来啊？你毋知你拄仔讲迄，我想到我国小的时阵，哦，阮规个学校拢食槟榔，对吧？老师嘛食槟榔，一边食槟榔，啊一边教册。诶，同学囡仔嘛会当食。全部，当早迄个槟榔茶啊，你是捌无？对啊。槟榔茶啊。槟榔茶就是一个。甲个裤头啊。裤头啊，滚来滚去。滚来滚去，来食一口啊！同学甲同学。真的啊假啊？真的啦，哎呦，自因这代食到阮这代，结果阮这代谁哪会买也袂当食，因为买啊吼，
有一个迄个台北的校长，啊，就全部甲阮叫去迄个地下室，哦，啊，就一个一个问，你黄登辉有没有吃槟榔？无。开。嘿，Give me five，keep on keep on 呀，嘴巴张开，整个张，来啊，操场跳10圈，安尼哦，嘿，好，啊一个问到，问到我有一个同学，啊，就校长就甲伊问讲，你有没有吃槟榔？我有吃槟榔，但没有告灰，没有告，无告灰啊。不会呗。结果他就不用跳青蛙跳，就是袂当搞迄个花。无搞就无要紧。因为青啊，无蓝花的时阵吼，吼，系袂伤身体，啊是颠倒退火，伊就甲牙齿共。哎，真系袂歹呢，弟弟啊，你有食槟榔无？嘴巴张开。来，槟榔叫出来。你讲谁啊？槟榔。哎，讲到槟榔之前，阮体验一下，咱来食一下。哦，来，请我买哎呦，不对。啊，今仔日真感谢，听到这好听的歌。好，来，我迎这个来哈。阿公啊，拜拜，谢谢哦。阿公拜拜。拜。啊是高阿妹，你是要？哎，一定要这样酷势对吧？高阿妹啦，咱今摆是要去食槟榔呢。你是要讲特效的哦？哎，穿这个要这样呢？啊，那个你，知啊，那个你做乐琴，做茶家，搁卖槟榔，你也不准做遮大。你逐项拢要趁？头家去拍七啦，叫我来过。安尼啦，我介绍。哦，你介绍者，你介绍者。阮细汉槟榔吼，拢阿嬷甲阿公吼，吹薄薄的，煎完食。安尼哦。有影无？有。有影。你细汉嘛食哦，你几岁开始食？囡仔即摆无食啦，读册就无食，读册就无食。你改了，我一改了后，你睇这是寒啊，这光买当家。寒是爱晒过，就是这晒干的。哦，对，介绍了。拍个单啊对，啊这会当放较久啦。啊放较久，伊这嘛这样高灰。像家布来布一条看卖。来啊！咱先补钱啊，好不？先补钱啊，好不？来，甲你配 MC 啦。哦，这做啊，这里放伫手安尼吼，那个气势就出来无？来，安尼来，安尼。安尼加来吼，放姜哦，环保就来，有姜来。包了了。哎呀，那样。哦，对，安尼。哦，原来内底扣扣呢。啊，怎个包落呢？无，咱内底纸会用掉呢。直接包落就好。直接包落好。啊！这门直接包。对。我教你一招，我教你一招无？你真正有好食吗？好食最芳啊！吴俊荣唔敢食。今天你唔敢食？我自细我就唔敢食水果。你唔敢食水果？这唔是水果啊！但是生了含水果有咸的物件我都唔敢食。因为我细汉的时阵，阮隔壁迄个佚佗阿婆啊，甲我讲水果有毒，叫我摕着水果来摕互伊。无影你做好骗啊！安尼嘛记得袂错。来，买偌济？你要偌济？买啥？买钱啊，买花。一百哦。头家无地咧，在咧。不行啦。来，这100吗？一包啦。哎，跳箱100。跳。多谢哦，这个来嘿。来哦，谢谢哦。8条就好掉啊。对啊。啊，婆婆就感觉呢。个芳味个。对啊。纸要用掉哦，纸用掉的。我咧包了感觉。对，这整头咧，咱摕落来啊，快。不能用门牙会掉，要上这边。吃槟榔就是不要考虑到形象。对啊。哎，可以告灰吗？恒春姑娘我告真啊。晓哦。啊，安尼伤济，要求。告会来讲。安鸟喂。安鸟喂，有鸟就无得啦。伤过无食啊？安尼差不多啦。啊，告花会有啥物感觉啊？啊，你来看我。啊，来。哦，继续来啊，继续来啊，会记哦，对，正确的。安尼包药啊你？嗯。哦，对哦。你这恒春姑娘啊，就是安。真会杀。对哦，对，正确。哎呀，呸安尼啊！啊，你个即摆个包出来啊？就安尼夹出来。来啊，安尼。哎，足芳啊。来。好来。安尼。安尼。啊，有的是安怎你敢知拢安尼？哦，有啊。一包哦。唔啊，来。哇，真包了。标准的。小时候的味道。香的。小时候的味道。你加点香香的。对啊。
高光要来啊！青蛙跳，无红哦吼，跳港啊你吐出来有红色的无吼？真的呢。哦，有花啊！有够花就袂当吞落啊。第一个先吐出来，剩的拢会这样吃。拢吞落，你要试看卖？你是胖。安尼形象该歹去。袂用的啊！应该是袂歹。啊，阮恒春的形象是无好的。你在说什么话啊？用蒙的啊！来，快来！我无吃过。来啦，拿过来啊！试看卖啊！真的。哦，就专业的啦。来。就是安尼。啊啊！标准的。旁边。等下你的脸会红红的，很漂亮哦。真的吗？漂亮啊！哎，有人有穿诶。阿喜要不要来？我真的很漂亮呢。哎，我即摆规个人拢热起来。什么比？什么比？什么比？要不要来啊？来啊！新明呗。来啊！多少位啊？有啊，错位。哇！哎，要用这个啊，不能坐在路边。来。冇了，后面铺。哎。啊！哎，你看她的嘴巴多漂亮，你看红了。没有。哇！哎，我够歹啊！哎呦，我跟你讲，加款。我们呢3个就去逛街了嘛。我准备去哪嘞？看这里啊！看这来啊！稍微看这里 OK 不？加款。啊。你有事吗？你讲，食槟榔袂使哦，食槟榔辣妹啦，形象就无好哟。你唔就搞，你唔就搞，金啊！啊！你几个搞？差不多金啊，你唔就搞。输赢啊！输赢！输赢的对吧？哎，我话差不多啊。我感觉我就会烧啊咧。爱收小啊啦！我想要去看你较早足穿的迄个运动场有无？走到变样啊！哎，我你从哪看买好不？你行，你行。嗯啊。哎，上。看下。跟上。啊！走啊！你讲英语不 Hello， nice to meet you. Hello, welcome. I'm Taiwan superstar. Superstar. No superstar. 张秀琴。耶。所以姐啊，你以前自细汉你就是大指头啊，你的个性应该。对啊，我拢甲查甫的相拍呢。相拍。我甲查甫的相拍吼，我拢用真的。拍看试看卖。而且我最近已经去迄个参加拳击木性具啦。对，相拍。你无要相信哦？无紧啦，我看你无相信哦。无咱换位。你去坐遐啦。咱换位哦。啊，后面 Q 啦。就一样。啊，你相拍会甲恁姊啊头壳讲坏呢？无啦，毋是，阮较早吼，细汉的是足困苦的，4、5岁就爱去做工课，就是转来下课，就爱随去园里斗3工。正惨哦。啊，拢爱下拢爱，种土豆、番薯啦、甘蔗啦、番麦啦，什么拢爱种就对啊。啊，阮拢会去迄个趁外劳啊。啊，外劳啊，就是去爱阮恒春上有名的牵麻。香麻啦，牵麻，麻鱼是不是？系啊，琼麻。哎，来，牵麻啦。牵麻。麻是摕来做啥物？对啊，以前。牵麻。当食呀，哦。迄是来做趖啊。系啊，白趖啊咯。啊，较早阮姊啊，伊就有伊较大汉嘛。啊，我差不多安尼尔。啊，迄牵麻吼，遐大只。嘿。啊，所以我若爱牵麻，拢无看到几工。敢若牵麻。我本地我会当甲林志玲同款的170的。啊，你看人底较矮啊。伊无啦，伊是动力火车叶延志。啊，志玲。来。厝边因就伫遐挂安尼啊吼，啊我负责爱的迄个啦，我就走去迄草埔啊，去比遐偷困、偷懒，大家哪挂哪开讲哪练小话安尼啊，较趣味啊。啊，就走，好了，走好好。突然，哪会这么安静啊？代志大条啊！迄离阮兜总远的呢，我就对草埔安尼爬出来。大家又搁走去啊！伊暗嘛，伊已经暗嘛。你困过头哟？困过头。我也无甲你叫啊！我够生气的，我就想讲，好啊，阮姊啊竟然甲我放笑好，我就爬起赶紧
啊边嘛拢忙啊，无搁袂当跑，赶快嘛。刚接所在啊。无啦，无共。啊，迄路足细条的，迄路差不多安尼，我就看到一个人骑脚踏车安尼，啊就我就隐隐约约。啊好啊，阮姊啊。啊，来转来啊，啊好。掠着啊吼。因为我细汉就吃白白，我就摕一个石头。牵石头。摕一个石头，足大粒的，我就甲牵落。那在用啊。我只是要甲伊吓惊，唔知影遐尼准。我的头。我伊只即马阁有2姐啊，真的啦。哇！伊只你后盖你看伊只有一个疤，老火老猪，我惊到，我吼甲，我先吼啊，等于较袂用讲啊。你个头弄个破，佮等于佮好哦。我等于佮去阮老母吊起来拍。会较早拢会吊起来拍，你要信无？没啦，吊起你讲讲啥物叫做吊起来拍？你讲。吊在树上，因为庄骹拢有大树，迄种榕树下，吼，青啊树嘛。啊，伊用啥物甲你吊？用绳啊。对啊，绑起来嘛。磨啊。啊，就摕迄个细手啊，还是啥物竹啊，安尼顺嘛。细手啊，我以为细手啊是好食，哪讲哪食细手啊？安尼啊，设计的啦，设计我讲设计的啦。秀蛇啊！嘿啦，迄对啦。啊，无就鸡毛啊，这害我欢喜一个。迄足疼的啊。哦，讲高机讲到长嘞。嘿啦。阮姊啊，哪你毋知？因为阮妈妈无读册嘛，啊，阮姊啊哦，就甲我偷摕我的日记哦，啊，就念互阮老母听哦，讲妈妈，我跟你讲哦，囝仔讲吼，以后伊若大汉的时阵吼，伊要报仇。我搁内底搁写讲，伊一定是我的后母。伊对我无爱，这个厝无温暖。对。哎，我甲你讲，真正啊！哎，我有这哎，卫生纸好无？咧做囡仔的时阵，爸爸妈妈是最重要的。你若拢无讲理由，就安尼我拍。那咱就想讲，啊，你若不爱讲道理，爱无时间啊。伊爱顶悬爱煮头炸鸡肝，搁爱做事，搁爱做事，搁爱饲囡仔，爱煮饭。吼，啊，对啊，阮爸爸拢去讨阮养半年，才转来一届。有一届，阮爸爸转来，啊，阮妹妹生啊，啊。迄个阮啊困阮妈妈的边啊，啊阮妹妹家己踢，讲你什么人啊？哪会困伫阮？我想要知影，迄阵妈妈看到你安尼写，伊有足艰苦的。袂啊，袂哦。伊无甲你休你。无伊，佮甲你吊起来啊，佮吊起来啊。伊去串门。串门。歪门放狗。因为我吊伫树顶，人会来甲我食嘛。厝边的，哎呦，拍死啊，拍死，好可怕！啊，就伊过接。伊即摆换一个新的方法，就是门锁开，哀叫厝边嘛袂当入来，安尼。伊踹门，你就知影踹屎啊？嘿对，我真正踹着，唔是踹。讲到踹着，妈妈我后盖唔敢。啊，不然你讲有一个虾米皮吗？唔敢。你们还笑得出来？哦，不是，那是我心内的委屈啦，阴影啊。细汉时，我有想要知影，就是伊这真正是一个最恐怖的，伊收到伊你快哭出来，水哭出来。啊，你甲当时，啊，不过我爱讲一个，大汉了后捌代志啊。嘿。结果是我上有效。我就是要问这，你是当时的时阵才体会妈妈用心，当时几岁的时阵？就是去歌唱比赛的时啊。哦，离开厝的时阵。嘿。啊，无人甲你照顾的时阵。嘿对。就知妈妈。会怀念妈妈咧讲迄个味。有味哦。有味味。会味啊你。无很严重吧？有。老会。啊，阮老母偌古水你毋知影？讲咧吼。啊，就甲我半暝啊，搭迄个沙龙拍死啦，香嘿，啊，就甲我搭，我就伫啊，爱讲，搁爱搭，搁加好心，嘿，加好心。阮妈妈伊袂讲身躯，伊嘛袂讲手，伊拢摔只，哦，摔跤，因为这较袂受伤啊，有吧，嘿。啊，无就出家。啊，去学校大家拢看到啊。对啊，啊，搁去互恁老母拍。我讲，你真正感谢妈妈啦，伊若无安尼甲顺哦，我甲你讲，伊真正后摆大汉大指头啊，伊摔甲安尼啊，搁含同学去做一歹代志。那这样子。你嘛无咧惊啊？我大咧。你嘛是照常歹代志，照常一直做啊。如顺如影咧。恁袂当怪我搞怪。
因为呢，细汉的时太无聊了。我无聊。嘿啊，真无聊。啊，都无聊嘛，啊，就甲阮同学两个啊，阮去学校拢用行的嘛，啊，伊就突然间滚架，伊想要变数。赛咧滚啊？系赛咧滚。赛咧滚。啊，阮遐拢有树骹嘛，较凉嘛。啊，就是伫涂骹，啊，就安尼，伊就讲，庆啊，你甲我迄个排书包好，啊，我就甲排，我就排两个，你知嘛？你放一步会用到尻川啊，扶到尻川啊，所以就放第二步。刷位，刷位放，会伤悬，会高着，啊，就刷位。收奖啊！嘿。结果阮遐有一个，迄树啊，因的主人，吼叫三龙啊，啊，刚去叫错。伊就讲。你将放一步，抱回去，你哪会当伫阮树啊遮放屎？用手旁啊，然后我们会害怕啊，因为他是那里的老大，啊，我就你去的，我就抱别人的屎。你抱多几步？小的迄步啊是硬的，打起的迄步。你知道嘛？第一步比较硬嘛，我要抱开这步是西花的，等一下嫩。会散开迄种诶，我想讲低到阮兜应该无啊。结果迄个人，伊就紧挡阮的后壁，啊，阮行到要死，连越头拢唔敢越。啊，过来等伊到厝的时，我妈妈讲：你旁仔啥？阿华在。啊，你一旁。你讲阿华在要做啥啦？搁去用术，搁开始术，搁开始。你好怕？旁晒嘛好怕，门都关起来。阮囝啦，旁晒等下所以旁我个站出去了，旁晒等下创啊！你也旁家己的就算了，搁旁别人的。来啊！来，哇，好怀念哦！这间啊，恒春国中啊，恒春国中，就是姊啊以前的学校。系啊，我较早就读这我伫遮发展呢。行在这我边啦。系啊。哎呦，你好，知道。哎，我学姐，学姐，你给学姐。欢迎郑秀君学姐回到母校。你给学姐。学姐你啊。看起来比我较早呢。出去头较严。来对啦，看这转老去。啊，你就对啊。要请我啉茶啊。来训导处。好，训导处，我知道啦。林长老师好。林长老师教官。体老师啊。林玉华教官。来去发枪。来看下。你的体老师对你上照顾。搁伫个，搁有伫个你。可以啊。哦，无伫个啊。哎哦。就是，你进前定定来对无？对啊，交进来哦。学务处，学务处啦，学务处。来。哎，你哪会大家拢叫我秀清姐？姐姐啊，学姐。辣妹啊，辣妹。哈，我现在在学务处，我变秀清姐哦。我较早拢徛伫遮，啊，恁拢坐咧啊，迄个我拢徛遮。是，这老师啊，你叫我是，不好意思，下次不会再作弊了。哎，够了。跑操场不会再跑反了，我知道了，对不起。安尼啦，不用安尼徛啦。哎，好，可以。你怕那个吗？不怕。现在的年代跟以前不一样，对不对？现在不能体罚，也不可以那个。哎，以前我常常被罚，我也没怎样啊，被罚在校门口。有吧？你一直怎样？你怎样呢？对啊，你有呢？没有低德啦。那是我小，拍代志拢互你做了。我国中之后就懂事了。哦，对，懂事。龙珠回头一样。有那么严重吗？哎，我这个憋监测，哎。哎，有这个憋监测，哎。哎，敢。啊，阮姊啊伫倒。来啦，看家，来，你讲这个哦。是你。笑屁呀！哎，你看我的头发有多卷，这不是烫的哦。你 Q 毛呀？然后我因为这样被罚校门口。哎，对。哎，我看到嘛是安尼。哎，对。规班拢查某的哦。啊，废话。但是正经的姊啊，你上水呢，安尼看。真的呢。你上水呢。姊啊，迄个时阵做侪人甲你叫无？有啊吼，
大家嘛甲我遛到我走无路。一个偷钱啊！更小，更小，你好像更小啊呢，更贵咯。哎，我迄当阵，我若睡午觉拢在边啊哦，拢一堆帅哥美女。在看你伫啊！遐看，哎，没看你困。哎呦，明星咧困嘛是有穿开的。哦，那是老脆暖啊！老脆暖。啊，这个叫金妹啊。金妹啊！金妹啊！金妹啊！啊，伊较早甲我上好。我拢班长，伊副班长。金妹啊！金妹啊！金妹啊！伊有一届，阮第一届去台北，啊，伫个西门町的迄个桥顶，啊，伊就甲我讲，卿啊，等下吼，因为台北人拢做有水准的，啊，咱来讲国语哦。啊，你唔好叫我阿妹啊，阿妹足爽的，我。啊叫啥？啊，迄桥，阮就迄个爬迄个桥去哩嘛吼。伊就讲，无你叫我小姐好啊。哦，小姐。小姐，伊叫我叫伊小姐。哎，啊结果咧？啊，即马爬，啊遐足侪人嘛。我就讲，小姐，即马几点？头前3个讲。全部拢。无前3个讲，哦，现在是4点50分。大家都小姐啊。对，伊叫我叫伊小姐，3个我过来。现在是3点50。无代无志叫你小姐。叫你小姐。啊，你有倒一个老师甲你拍上忝，还是对你上好的？应该上惊这个啦。上惊对个。林长。什么意思？领长一下。伊的名叫林长，手的手掌的掌。有伫遮无？有啊，当然。就是林长啊，林长。这个。嘿，林将，他超疼我的。啊，就小你耶。嘿啊，较早吼，我有特权，大家爱走运动场嘛。哎。啊，我唔免走。哦。嘿。听钱嘛？你咧滑稽？没有啦，而且以前我还是我们学校的司仪。哦，哎，就请哎。升旗典礼开始，主席就位，唱国歌。哦，你是讲是唱？好好听在听耶喂。真的好快啦！真的啊，唱完国歌之后呢，老师会叫我在台上唱歌。就伤红啊，伤好听。对啊，伤听你的呢。足久无看到咱林将老师啊，你有啥物话想要甲讲的无啦？咱这台。啊，唔好客安尼吼。唔好客。老师啊。老师歹势。无。免咱咧拜啦。迄个林将林老师，啊吼，感谢你过去对我的照顾甲爱护，啊你甲我挺身，吼，所以我较有今仔日。我吼，迄个时阵，大家学生啊拢足惊你，敢若我唔惊你尔。你讲的话我拢无咧甲你信，啊不，唔是。那讲出来，讲生笑的啦。我永远你伫我心目中是上界伟大、上界互我钦佩的一个老师，永远袂甲你放袂记。希望后世人。好，无咱两个换角色。哦。换我做。换伊老师，啊你要甲调？系对。这什么要求啦？哎，你拢无变呢。你从细汉到大。哎，阮老母都。你讲去徛一个啊，好啊。我看你搁去外行啊。哎，啊，拢来到这啊，无咱来去甲因迄落佚佗一下啦。来去外口甲因佚佗一下。行，走啊。行。怀念一下，行。学姐，学姐啊，她读这里的，我是你们学姐，来抱一下，抱一下。嗯，学妹。这请的呢？你咧讲我还好？他说你很可爱。你好，很可恶。很可恶。好像变很多，以前没有那么新。哎，这董局的行政大楼。行政。恭喜啦！拜年！又搁来到咱乡亲上欢喜的时间咯，哦，看到这个岛啊，就知影等下要乌龙西岛啊。是啊，我甲你讲一个，这个岛啊非常的恐怖，伊对台湾头，走到台湾尾，即马乡亲看到这个岛啊，骹手会皮皮喘。太嫩了，流很嫩。真正会惊哦。今仔日有4队要来参加，咱先来甲因欢迎一下。好，来头一队。您叫啥
什么队啊？你已经讲了，我唔知你是什么队。什么队啊？你是咱在地棒球队。棒球的啦。咱恒春国中棒球队的啦。棒球啊。哎，因拄啊讲黑手，黑手是什么意思？你再画一个。再一次吗？再一个。拍手，拍手。什么意思？是有意思吗？啊，即摆无要紧，安尼看起来嘛是真有气势安尼啦。刷来哦，咱第二队是迄落，嘛是在地电竞队啦，咧走路的，咧走路的。哦，咧走的，有口号啦吼。有啦。来，画声一下来。对哦。过来是落山风的大人。哎呦，那这队厉害哦。来恁是什么队？恒春好风队。恒春什么风？好风。小好的风。好风。哦，啊，你有口号啦吼。画声一下来。来，一、两、三。风吹来，好运来，恒春好风。安尼啦，安尼就对啊啦。哎啦，哎，恁恒春拢用休的咧吼。用休，哎安尼吼。食饭哦。最后一队，我感觉今仔伊有机会赢，因为伊拢是迄个健身的教练。哎呦，来，我练身体。来口号甲画落去，来。技能上，我力转金条，不傻，伊讲气势的赢。你讲满面转金条，还沙无挂掉啊！哎，不，满面转金条。金条，你这等于是恒春的。哎，是。学姐卖生气啦。台语袂认真啊。哦，无要紧，台语袂认得，无要紧，会过就好。对啊，别来了吧。哦，啊，第一队什么来？啊无，你应该你个最好上好吧？你第一个来看嘛，对不？咱叫一个在场上引导的来做一个示范，还算。好啦，你这引导，我试看卖啦。你爱先拍在桌仔顶，好啦。啊对下看恁两过，啊袂当连落安尼。哈？后壁乡亲看清楚哦，我即摆叫海山来做一个示范吼，来哦。哦，龙蛇刀，飞了，开始。哦！安怎啦？你骹骨有遮能 Q 无啦？你骹骨，我就原来扣啦。你的骹骨刚好就遮能 Q。加油！最厉害啊！加油！哎，你在创啥？哎，伊大概拢用无共款的方式落来。我大概拢无共安教呢。哎，我这考到过啊。啊，面共款切丝丝呢。你有食槟榔哦？我有食槟榔。无啦，我跟你讲。我懂，这太难了吧？无遐简单。这无遐简单。啊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咱这届喊你几时阿红啊吼，有来上节目，你有想要试看卖？试看卖啊啦！你会当拒绝啦？你代表高雄的汤饭，你来背一道啊？卖到贵，来，我闹贵。你讲对遮安尼白对遮出来，你爱对遮安尼对下较正过，啊，搁对遮正出来，啊，袂当练在涂骹，啊，在你练就失败了，对。啊，你嘛是有奖金无算时间的啦，你豆豆来。啊，练就失败啊！练就失败啊！有诶，啊无咧。太难了啦！是啦，这叫我懂吗？你拼看卖啊！哦，来，阮阿红啊，要乌龙蛇刀试看卖，开始。加油！阿红啊！阿红，你哪里？啊，你是咧好影啥？放屁！水果嘛惊倒啊嘛惊你。小等，不是，我到这时掠无卡路啊！你要看你暗棍，你要中风。真正有遐困难吗？好啦，啊是姐，你好来，你想要试看吗？来秀琴姐啊，乌龙蛇刀。加油！气啊！气啊！贵啊！
啊，是安尼唱歌，哎，快点，好。是阿未落来，我个坑，哎呀，你是在创啥？你个头插咧涂骹，你创啥？你咧炒甘蔗哟！我都惊你头受伤，我紧甲你扭起来。哦，你敢知你偌重？哎好啊，来看咱棒球队。好问一下，好问一下。叫什么名？啊？你哪下吵架？阿志哦，阿志。嘉志的。志德。阿弟，阿弟有信心无？哦，你若赢吼，等下迄个秀琴女人伊会送一个伊的红包。学姐啦，吼。学姐，这会送一个红包给你。送红包，有信心无？大包有信心。好，阿弟啊，来拍个好，来。拍个好。加油哦！迎春棒球队阿弟啊，挑战乌龙蛇道，开始。来哦！这能过嘞！加油，快成功了！再忍一下。阿弟啊！阿弟啊！阿弟啊，成功了！对！阿弟无啦！不敢，慢慢来。我看，你收一个，时间，收你的太小伤哦。一个卡上起来。另外一支拿气口嘛也没起来了。对，按起你。加油，上位啊！走。你倒开。迎春公中，阿弟啊，孙啊！来，恒春之风，清了。心情如何？很累。脚这边很痛。是哦，但这个很好哦，这个会止痛。这样那个秀秀啦。你那个。哎你去后边。啊，这甲你秀。你若说你要甲上，伊退2步啦。阿兄要甲上。你好人的呀。好啦，我先鼓励者。加油，很棒。哎，过来换电竞的哦。我今仔日哦，制作单位哦要破产啊。来。你叫什么名？来，你叫什么名？金孙。天顺。哦，阿孙啊，有信心无？有啦，来拍个好，来。你几公分啊？阿孙啊，可能较难哦。我感觉这可能。阿孙啊，你几公分？你多高？182。阿孙啊，182公分，要来挑战乌龙蛇道，来。来，我先来俩零件。张姐，哦，这今天田径奶奶哦。来哦，阿孙啊，乌龙蛇道，开始。加油！可以。哦。脚太长啦。我过啊，我过啊。要过啊！他伤长啊。过啊！我靠！阿孙，两只脚先试着上来。掉，这里。慢慢来。靠核心。对，很好。放出来。不，起你，来，单后吧，扣几边。差点嘛！没赛，是卡
差一点点啊。差一点。你有力，啊，毋过因为伤大只，姿势歹瞧。啊，无安尼话，我感觉你足辛苦的。就是这这甲你安慰一下，好不？阿喜啊，这甲安慰。哦，加油啦，加油！你爱讲咱唔是？加油，你很棒。又提哦，伊个提啊，伊个提2包呢。又提哦，好，多谢。有人要挑战，啥物挑战？来，哎呦，有一个小朋友。 哎，阮顶板嘛有一个小朋友有对专你会晓讲台语无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慧敏阿明啊啦，阿明啊，你要来升那个欧龙水，你要玩对不对？有没有信心？有信心不？没有啦。啊不，咱来都来了，试看卖啊安尼啦。红包哦。啊你先趴上去啊，你来。加油！对，混血儿好可爱。啊你混哪里的？啊混澳洲啦，混澳洲的啦。谁说奥克？妈妈说奥克。我来，阿明啊，要来欧龙水多来。 开始，慢慢来，慢慢。对哦。脚先上下来，脚先过来。很棒，太可惜了，小心。哇，很厉害了啦，给他掌声鼓励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姐啊，顶到有一个小朋友有过呢。嘛是遐细汉吗？对嘛，是遐细汉啊。专程拢是阿伯爱最厉害啊！哎呀，我就甲吐甲伊过。讲举到因孙了，举到因孙啊！喂，你别甲吐甲过啦，嘿啦。啊，即摆要来一个妈妈的福寿啦吼。妈妈朋友无过啦。妈妈，对小朋友妈妈讲伊要福寿，安尼恁翁就是欧洲来啊。OK 啦吼。妈妈看起来平常是嘛在做运动哦。我游水的啦。哦，安尼哦，海底的，到这陆地上的。没啦。妈妈大名，甲大家介绍一下。我叫魏儿。做一个安哦。儿女的儿啊。魏儿啦。哦。魏儿。哦，来拍儿。阿黎恰。慢慢来，来哦，因为因囝拄则失败，即马妈妈要复仇，阿丽啊会成功也未成功，乌龙蛇都来甲看落去。开始。对，高起来，哎，无搞好，哇，练落啊，好笑，差一点啦。哎，你拄啊乐意的时间，你手脚共一位。莫失志啦，莫是，阮这若失败吼，拄则迄个查甫失败吼，有美女会甲你安慰一下。即摆你有需要引导甲你安慰一下无？ OK 啦。OK， 阿红。高丽啊！我今日去退2步，要安怎？安慰一下别人，安慰一下。加油！谢谢。无啦，安慰一下，尔无迄落啦。多谢你。后一个挑战者诶。出来倒一队。都是你吗？来，家己徛出来，来。什么大名？阿峰啊啦吼。你这原料袂歹。哦。救生员。哦。你会歹势无？小峰。啊，你有想要等无？阿峰，来拍个好来。来哦。标题推到最后。有咧练。阿峰啊，乌龙蛇道准备，开始。加油！一支脚先过，一支脚先过，一支脚就好啊，一支脚。无脚。无法度。 We ready, let's go! Snap, clap, we don't back down, no. Slide, spin, feel the baseline. Feel that bass from head to toe. Come to the William Show. 教官的啦，有需要人给你安慰一下。好。真不好意思。
音乐球一跳过出来的，音乐球呢？歹势啦，这阮店的上水的啊，歹势。我最后一堆是咧练身体的，你要拍啥？来出来。叫什么名？叫思涵。阿涵。涵。都可以。有信心无？有啦。我讲，你等下若过是红包，你若无过是海产揽姐哦。我可以要秀清姐的抱抱吗？好，安尼你若无过吼，秀清姐甲你包包；安尼若有过吼，我甲你包包。哎呦，安尼相关。我来拍个好。来哦，涵乌龙蛇道准备。切记一只脚先练。开始。好笑。大家拢是伫迄个裤子遐翘好，张急啦。其实要越慢越好，就是要一只脚先勾好。你管他这里来。我得讲咱一个啦，嘿啦。听你唱歌。唱个2句。好了，我赏你唱歌给我听。哈，诺拉姐你唱啦。为什么？哦，第一次看到你本人呐。哦，真的哦。看到我本人啊怎样？就欢喜。嗯哈，啊我本人有水吧？哦，我较早是咱这个学校上水的校花呢，好笑的笑。好笑的笑。啊我请问一下，恁两要开一个房间去开讲？人两个伫这里。啊，我一见如故啊。啊，无安尼，恁两个偷偷讲啊。啊，我来进行后一关。好来，敢阁有人想要挑战的有无？阁有人想要挑战的无？有嘞。来，出来，来，这样。来。哇。哦，这两位，哇，你两个啥物先来啊？加刀石头纸，哦，安尼你先来，叫啥物名？我是彭于晏。我刘德华。拄着同款的啊。恁共做的呢？我当作这个世界上我足袂见笑，我今日拄着对手啊！咏春彭于晏安尼啦，有信心无？有啦吼，啊你本名叫啥啦？詹全。詹天佑的詹嘛，啊詹的啦，来詹的拍好，詹拍好。詹的会足有自信呢。你等下落来你就好笑啊。来詹的啊，来詹的是呢棒球队的队长哦。队长嘛，队长嘛，对不？加油啊！对的啊，加油啊哈！你等一下拿练来，需要谁给你安慰吗？有没有谁要给爱的抱抱？学姐是张秀清。对。我跟你讲，这小孩以后一定很有出息。有出团啊！因为很会说话。对啦。我会说话。我来哦。咏春国中棒球队队长詹的。乌龙蛇道准备，大家，又够紧的啊！你也开始了吗？还没开始，怎么才2秒？你为着要甲秀金子啊抱抱，你跳工电话。你要搁试一届无？你要搁试一步？刚是热身，好。我先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咏春高中棒球队队长占的第2道。第2道。必须一只脚，不然很难成。慢，另外。没了，一只手先上去，对了，哎，高过来，过得去吗？高没亏啦。
对手，对，角度角度角度。左手。对，撑起来，对。他的手汗很多，还没，哎呦！好啦。来，我来帮你人工呼吸。给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抱歉。哎呀，钱啊，姐啊！这不是要放福利给你呢，要甲安慰呢。我哪感觉你在甲钳？儿子的。哎呦啊，嘛是有呀。有没有说抱你儿子？哦，有。那你抱一下妈妈。哦，安尼对，来。有啊。好啦，哎，够一个要调整。够节。来哦。你刚刚有看到问题在哪里呢？有。美角，你知影美角无？你即马想讲要安怎过？你讲一下你的战术。我嘛唔知。哦，好啦，不，你直接来，叫啥物名？苏怡。阿叔啊。阿叔啊。你敢有需要安慰？猪要抱相，你要抱海产。等下，你要去看眼科无？你看眼科啦，我你看眼科啦。好，安尼吧，阿叔啊，来，放好，我来哦。记得一只脚。阿叔啊，挑战乌龙蛇刀，准备，开始。慢慢不急，没有赶时间。对，聪明。握住。很棒哦，会过哦。差几组啊？继续吧。来，因为你无过，所以即摆处罚。处罚。来安慰一下。就厉害。很厉害。其实伊身体有够软，有够软 Q。玩这个游戏的人一定要骨头很软。对，爱有软 Q， 啊，你的迄个所有迄个肌耐力要有够。后边跟我讲搁一摆诶。啥物搁一摆？你讲我一届哦，你讲搁咱一届。你可以代志啦。无啦，无你的份呢？唔是啦，伊 Q 的咧，伊讲搁咱一届，我真哪袂呢？哎呀，有讲吧，搁一届哦。我改保护。你应该搁再亲一届无？对个。有影无？你爱逐个人同意。你要后搁亲一摆无？拍扑啊！加油！好啊，袂使搁一届，爱公平。最后一届机会，阿叔啊来。阿叔啊。我没有算时间的。你爱有乌龙蛇刀，听到比啊声就开始。慢慢啊。加油！有把握拍过。豆落。很好，好手。卡搞好。你这支卡无高调的，我拄则伫边仔看吼，我看出来你的毛病伫倒啊，你其实会过，毋过你的倒骹袂记你高调的，所以你等下吼倒骹高调，你都会过啊。你毋是讲？毋过吼，你无机会啊。哦，即摆即关就咱干那一个过尔嘛。咱过啊，这个一个扑克声鼓励一下。阮全台湾头甲台湾尾吼，拢去找这乌龙蛇到过关的，上尾来叫来台北有一个总决赛啦。嘿，规集拢无别项，就干那一直乌龙蛇，一直乌龙蛇。想要看？到时你敢来台北比赛，吼，啊你若第1名有100万的奖金啊！啊，这次袂我唔知啦吼。过来进行后一关。阿娘喂大家，阿娘喂遮尔长啦。阿娘喂。等下后面会派3组，啊，咱艺人派1组，来比上冠军会当抢到我这个大红包哦。这包足够的，咱先讲好，咱要派4个，咱派到4个，这足够的啦。你开袂歹，无你带我开足长的啊。你甲红带带。咱2个啊 ，OK 啊。咱2个。啊，去2个。我2个无赢过。 2个1名的，配2个上尾第1名，甲头前第1名配我来啊。所以就是要稳输的就对。稳输啦！安尼恁看要拿色个红色去徛好，去。啊来，恁2组夹出来。去。下2队啊，听我这边小讲一下吼，规个拢爱过。恁若先到，结果跋倒无过，恁就输啊，你知无？所以重点。 4个人拢爱过。
爱稳哦，来哦，听我的哔哔声，哔哔就开始啊吼。阿娘为参加比赛准备，开始。六七爱过哦，爱过哦。哎，奈搞假的啦！这也第名的啦，这赢有甜甜呢。因拢有咧练的呢。系啊，啊，恁这看起来，百家啊，平常时无咧运动的。哎呀，这逐工咧运动的，恁赢呢？哎呦，你莫安尼调工你哦，莫讲安尼年华啦，无笑。好啦，好啦，咱袂当赢就骄傲啊，莫去共安慰一下啦。哦，哎，安尼啊加油哦。我叫伊加油，敢唔对？刷来后一组，后来哦，棒球队甲田径队，谁会赢咧？参加阿娘话准备，开始。这里。哦，差不多哈。哦，差不多。跟来。派去啊，真派去啦！伫咧上尾的时阵吼，红色的过啊，毋过伊会即参加，马叫算一个登去，所以呢，红色的吼赢，毋过爱赔钱。所以呢，红色的吼赢，毋过爱赔钱。就这样嘛，来38000。好啦，恭喜来棒球队赢咯！哎，即摆刷来是恁要甲棒球队哦。我们该团。有信心无？那是简单的吧？有信心无？有。来，摸看卖啊，来，有教我，摸有教我。安尼加油哦！好，来2队准备。来，阿娘会参加总决赛。哎呦，紧张诶！是咱会当甲奖金摕落来，还是会叫棒球队摕去咧？听到哔哔声就开始准备。豆卡，哇！暗足够，暗拢第一名。无啦，lucky 啦。有 lucky 你想要互因赢跳钢妞？伊若正卡，我就倒卡。来，恭喜，来。很棒。来，我叫恁的学姊学姐来颁奖互恁哦，来颁奖来。是啦，一起滚奏响。是啦，一起滚奏响。来，倒一个。好啊，真水嘞！恭喜咱恒春国中的棒球队摕到咱这届的阿娘话参加的冠军，拍声鼓励者。今仔日嘛足欢喜的啦哦，咱这秀琴阿姨吼，安尼做。秀琴学姊哦，带阮安尼大家倒来伊的较早的故乡，啊，甲伊的国中安尼大家做伙佚佗，安尼你有欢喜无？安尼真欢喜啊吼！啊，毋过吼，来到恒春吼，迄个有一个所在一定爱去的啦。垦丁啊大街啦，你讲对毋对？啊，刷来咱就大街行行的啦吼。各位乡亲啊，恭喜！奶输啦，奶差就来啦，像啦。这届恁表现了太好啊！制作单位要送红包给咱啊，6包，啊，不过这6包价小无同款，看咱个人的运气啦。我插的啦，来，第几包？我第3包，这包，好来好，先卖开哦，安尼你，来，
来，我要一包。来，好，先看啥的，啊无就我才开始啦。我摕着，我就报呢。这，我唔知影。啊你的？哇，这你100个，我1000个呢。够安尼哦。下你袂歹啊，哎，你偌济？3000吧。哦。上高的上高。升7个，升7个。有呀。升7个啦。红的啦。无啦，不能。1、2、3、4、5、2000，来看一个，后一个。啊什么啊？真的500，啊你抽偌济？500。你包看下目豆的啊？你嘛是500。我那500。你买500哦。而且他还看。哎。哦。啊，抽无物件。没有声哈。哇，哎，这包53呢。哦，会啊，你呐？那53年啊？哎，咋济？我感觉哦，来乱的哦。我感觉这天公伯啊，应该是有设计好啊。是啊，你啊抽上济呢吼，啊你欢喜无？有，我足爽。嘿，足爽的。啊，不过我你讲，迄个规矩是讲吼，咱抽到这包吼，要用这包的钱送礼物给别人。啊？所以你这包2500，你是爱送人的，啊，我这包1000爱送人，啊，要送互谁唔知影。所以即摆我想要甲姊爷讲，你这包会当送我无？无啦，你送完啦。你送我。啊，我你讲，阿红啊，你唔好送我，你唔好送我，你看要送啥我，你唔好送我安尼啦。今年出来给搬出去就好了。啊，等下吼，咱分开家己去买家己的礼物，买了等来送，安尼，啊要送啥在你的啦。啊，你会记送我？好，我知我一定记。你会记送我？你我嘛送你。安尼，伊就改线，来买物件。Go。买有家己无？我想要买这互家己。我当计算我较俗的啊。算较俗。对啊，无50块尔是要买啦，买一只生蚝嘛无够。哎，阿姊啊，安尼几时安尼做伙是偌紧，无我这包送互姊也好啊。这超过1000我就无法度啊，我敢有1000块呢，这唔知会足贵。靠爸爸，靠车拄好的代志。恁这印 T 恤安尼一个偌济钱，我感觉袂歹呢。你什么物件会当算我较俗的？我50块要买物件咧。啊无，有2000块的无？唔爱超过2000的。我感觉我想要送阿希啊呢，阿希啊最近有搞来爱买啦。那些个无阿送来噻。适合起来气质。我系讲暗时真笑着，辣妹驾到安尼。辣妹驾到，啊，还有几输的呢？啊，我刚刚500块尔，你讲我刚才当买宾馆尔。这足辣的呢。红色是不是上水？这给辣妹穿，好，这送给辣妹。 50块很困难哎，口香糖都不够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也不错啊。这个也可以啊。400块，700块好不好？好。西亚这个很快，对不对？很快啊，8秒钟就好了。哇，是。没好啊，没好啊，你好啊，没有啊。啊，伊啊嘞。哎，这小高主演呢？哎，这个袂歹。 这我摕来送。哎，咱足紧的，咱咧足稳足透动的，咱逐行转去就好啊。好啊，时间要到，转去啊。这啊，你2500个嘛？2000啊。你要送啥？这便当啊。便当。这便当2000，食啥？你包啥啦？我问你，对头到尾，今日谁对你上好？谁一直甲你照顾？是谁伫咧边啊？ 你若咧日头出来时阵，甲你炸你；你若咧落来时阵，甲你下风是谁？你个比出来，迄人是谁？比出来。唔是你。啊，你要送啥啦？我好啦，我送我阮师弟啦。哦，安尼我看过啊。你啊看，你看师姐对你偌好。哎呀，啊无咧。这家伙。哦，还有挂红包。你若遮戆啦，哪有可能买便当？2000。有啥物要送谁？我嘛唔知。 因为伊讲伊要爱这，我听起来恁两个敢若串通好个龙飞围巾呢，是毋是安尼啊？
你摕2000呢。哦，啊，我来1000个有啥？我1000。我甲你啊。你要上啥？你先。你一个人哦。你家己要送家己一份哦。你家己想一个。你家己全摕一份哦。今仔日这样上辛苦。你才过分哦。你好好讲的哦，我就是要送互你哦。我甲你讲哦，你在垦丁，你讲你上介意要看啥？我要看比基尼啦。对。你家己穿，哦。我家己穿哦。你家己穿，啊用这吼。看你白白的啦。我白白啊，变。对，啊你若是咧吼，啥物角色，你拢会去搬来。敢好看？顶悬才有足侪角色，互你敢好看？来，咱穿一个。哎，无怪你买遐久，你有够用心的啦。有够用心的啦。来，行啦。等我行你落去。还变才掠去啦，笑诶！我想安尼行你垦丁，好看嘞。变。对啊，变，就是啊你。水啦。哦，你这有够水的，你这底安尼啦。安尼较水啦。你那还珠格格嘞。安尼较水对啦。水啦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姐啊，我足想你的。安尼几时你来，我无送你哪会当？而且我送着一个你足实用的。你要去马来西亚表演对不？啊，你上高模仿迄人是谁？感谢您。点无啊？哎呦，一点高啊！哦，年啊是生呢。哪来个劲呢？你呢？有先凤飞飞吗？你小型的啦！我感觉较先许纯美。我甲头家讲，900，你若无甲伊机票拢会换。这间上近的，你这个机票甲伊换。哎，你 size 嘛？因为我感觉这点有成啊，我感觉这点有成。有啦。你爱我弟去表演哦。哎，我要看哦。你爱欣赏片，我讲电费啊送你的，啊我表演第几点安尼。但是我一定去用靠钱。安那哟。因为人阮迄是迄个大舞台，爱穿布灵布的帽啊，爱做绚丽的。我即摆随去甲你，我即摆随去甲你换。唔免啦，唔免，换就好啊，紧就好啊。哦，啊，过来换啥？我500块的啦。我甲你讲，这项物件一定要送互姊啊。你嘛要送姊啊？因为今仔伊就是男呢。哎，我较介意真正呢。哎，我嘛是要送。我甲你讲，真正会砸上去，你有新款呢。哦，比一个。有嘞。比一个。哦。表演的有啥？bling呢 ？shiny 啦。那没想到。好。安尼送互你啦。安尼，哎，佫啥啊要送？我嘛是500块的。啊，你要送啥？我要送我阿欣啦。哦，伊是我拍麻将的牌卡，啊，大家拢伊拢输我你。嘿，趁钱拢输了呢。什么？我大家拢赢好无啊？我送伊一件克制的，这个该做的。我拄仔家己去印的啦，发财。你好歪哦！背风来财，安尼你拍麻将就穿。很好看呢。你这边送互你的。哎，多谢啦。我本来是讲要输甲足忝的呢。无袂迄领。无袂迄领。无啦，今天爱500块，我唔相信啊。哎，这你啥有一支？我就咱嘛搁买一支眼镜啊。啊对啊，你爱送人啊，你买有家己。拢无见着是不是？哎，介意呢。好啦，我送互你啦，因为你看人拢袂清安尼，惊唔着人，你地快惊得着人。哦，安尼拢送完啊，搁刷来一个50块的好。哎，无要紧啊，本来先来送。哎，50块嘛是爱送啊。哦，啊你要送啥？我要送啥哦？较我想叫我卖送伊的迄个，我就要送伊。大家拢讲卖送伊啊，大家拢讲，大家拢买哦，大家拢无买来呢。我这50块嘛是去拍这了，无够钱好买呢。哎呦，系啊，我看无这啥的。这是迄个手机吸环啊，要吸手机啊的啊。很好啊。袂歹用啊，你要送啥？即马相甲袂摕着。有相甲袂着，我嘛无摕着啊。咱两个拢无啊。阮两个拢无，啊，阮两个你要送啥？啊无。迪哥，变态，诶，安尼今仔日嘛足感谢姊的来啊，带咱哦来这恒春，甲体会到足侪较早阮无算过的物件，槟榔嘛好啦，哦，啊个这茶羹嘛好啦，足感谢你的啦。啊，今日你有欢喜无？安尼有欢喜，安尼得到很多礼物哦。哎呀，啊，咱乌白威廉哦，后礼拜哦，同一个时间哦，啊会记得收看啊，哦。乌白威廉，快点！再会。因为阮恒春家吼是闽阳故乡，咱的陈达老先生，我跟他有亲戚关系。哦，你甲陈达老师是亲戚？对啊，啊无我哪会晓搞唱歌？后影，后整着伊。你讲后影，有影啦，整着伊啦。对啊。哎，毋过你是张呢？啊是袂当。表的啦，表的。你唔知阮恒春有
有一个叫做一表3000里。啊，你啦，拢亲情，我甲老师嘛是亲情。乡村幼儿拢亲情。